蘿蔔酸10蚊就可以做一大瓶，有好多朋友都做過，唔係就酸過頭、甜過頭或者冇酸味。認真睇視頻啦，酸爽過癮，你都可以做得好好食。市場買返嚟嘅2條白蘿蔔，清洗乾淨，去頭去尾，唔去皮。蘿蔔一開3，再切厚片，再切條，放落大碗，放4匙羹鹽、3匙羹白砂糖，用你幸福嘅雙手揸盤均勻。醃製1小時，然後瓦煲放入350克清水、250克9度白醋、60克冰糖，開大火煮滾，煮溶冰糖，放一邊吹凍。鍾意辣嘅朋友切1根小米椒，我就切8隻就夠啦。適量切啲蒜片，切啲薑片，放一邊備用。攞出醃好嘅蘿蔔，倒咗多餘嘅水分。倒入薑蒜辣椒，再次用你幸福嘅雙手撈均勻，攞出15蚊1隻嘅玻璃瓶，將蘿蔔放晒入去，倒入吹凍嘅白醋水，白醋水一定要浸過蘿蔔面，用手壓平一下，吸好蓋，放1晚咁就可以食啦。你睇得咁開心，關注我，下次繼續開心。1瓶都夠你食幾日，食完仲想食嘅朋友，繼續加蘿蔔就可以啦，開胃爽脆。簡單易做又好食，鍾意嘅朋友你都試下啦。有疑問嘅朋友評論區見。平時食飯唔知煮咩菜嘅朋友，點我頭像進入主頁，更多家常菜等住你。快手，擁抱每一種生活。